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4号，今天正好是5·4青年节，咱们聊一聊这个年轻人的话题，关于这个年轻人吃苦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叫老张的幸福生活写的，这就是这个 UP 主，他这个标题很有意思，他说中国人群体性吃苦，目的也不是让另一个群体享福。一说到吃苦，我们经常就会想到有一句话说，中国人吃草也能扛3年。尤其是最近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发动了这个贸易战，我们的底气在哪儿？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底气就是我们吃草都能扛3年，美国人能扛得住吗？所以美国人必输。这个道理对不对？这不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、看法，每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。吃草都能扛3年，更多的人说这个话的人恐怕是不会吃草，不惜一切代价。那说这个话的人一般呢，他也不是那个代价。但是悲哀的是什么？悲哀的很多人他以为他不是那个代价，实际上他就是那个代价，自以为不是那个代价，但实际上他就是那个代价，这就比较悲哀啊。自以为自己不用吃草，实际上第一批吃草的就有他。他有很多人，他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自以为自己是赵家人，实际上赵家人的比例非常少，少之又少。咱们还回到这个文章，他这个文章说中国人不怕，中国人能吃苦，这句被反复引用的宣言在民族精神构建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。当它被简化为一种单向度的道德标杆时，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断裂逐渐显现。能吃苦是否等同应该吃苦？甘愿吃苦是否必然导向幸福？这个确实是两个概念。我们能吃苦，那是不是必然就应该去吃苦？你不能是因为能吃苦，所以你这一辈子就得吃苦，这个显然也不公平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甘愿吃苦，那你苦吃了之后会必然导向幸福吗？就是真的会出现的叫什么苦尽甘来吗？他说第一个，他说传统的吃苦叙事的双重性，从深层智慧到道德枷锁。也就是说本来吃苦它是一种深层智慧，你在你物质条件各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，你只能通过吃苦，对吧，把自己保存下来，度过困难，这个是条件所致，是迫不得已吃苦。但是它现在演变成什么？演变成一个道德枷锁，就好像你必须要吃苦，不吃苦就不是个好人，不吃苦就有遗憾，就有缺陷。他是文章说，中国农耕文明孕育的吃苦文化本质是苦尽甘来的深层辩证法。它正如治家格言所言，宁吃少来苦，不受老来穷，就是宁吃少来苦，不受老来穷。他说这种智慧在物质匮乏年代具有现实合理性。老一辈这个社团人什么踏过禁忌却品出甜味的经历，印证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吃苦与成就的正向关联。王羲侯闭门苦读成就学问，勾践卧薪尝胆终复国的典故，却将吃苦塑造为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就是成功你必须要吃苦，把吃苦和成功画上了一种等号，或者有个正向线性的关系。这种吃苦在特定的条件下符合客观现实，你的物质条件不发达，但是当代社会对吃苦的推崇已发生异化。现在有些家长刻意让孩子坐无座火车来锻炼意志，刻意让孩子农村到偏远地区去体验生活，在那待3个月、5个月，甚至有的待1年。军事夏令营演变为虐待式训练，折射出为吃苦而吃苦的扭曲的逻辑。这种现象比比皆是，大家自己身边恐怕就有。这种异化源于2个认知错位。第一个，将吃苦等同于道德优越感，形成苦难霸权。第二个，混淆手段与目的，把吃苦本身当作终点而非过程。实际上决定社会地位的是风险承担能力，而非单纯吃苦量。盲目吃苦反而可能固化底层身份。第二个，说到了这个吃苦逻辑的现代困境。什么困境呢？就是代际断裂与价值迷失。当前社会对吃苦的认知呈现出代际鸿沟，老一辈将体力劳动视作吃苦的终极形态，而年轻人更关注996制度下的精神内耗与意义危机。年轻人质问，吹空调坐办公室的脑力透支算不算苦？直指传统吃苦叙事的局限性，也就是老一代人认为吃不饱、吃不好，体力上的这种苦，身体方面的苦，把这个叫吃苦。那从这个角度眼光来看，现在年轻人喊苦，那叫无病呻吟。那现在年轻人他更注重的什么？是精神内耗，是意义。虽然吃不是问题，天热有空调，天冷有暖气，但是精神的苦算不算苦？你看这个就跟老一代这就已
经产生了这种叫断裂，实际上都叫苦，但是老一代这种体力上的苦显然是有局限性。这种冲突本质是劳动形态变迁引发的价值标准错位。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苦役逐渐被凌晨2点改方案的认知剥削取代，旧有的评价体系依然失效。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吃苦是回报的脱钩。工人高温作业视频下最高赞评论呼吁给补贴而非说教，揭示集体意识觉醒，吃苦必须与权利保障对等。而人民日报号召年轻人到艰苦地区奋斗引发争议，恰反映了新一代对无效吃苦的警惕。他们不再接受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单向叙事，要求建立个人发展与社会贡献的良性循环。就这一点也很有意思。特朗普最近不是在那个亚拉巴马大学2025届毕业典礼上就号召那些商科的学生积极投身建筑与制造业，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去搞混凝土去搬砖，类似于上山下乡。所以这个世界它确实也在变化。从特朗普现场演讲气氛来说，那些年轻的学生对此并不是报以嘘声，而是掌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懵懵懂懂的美国的这些毕业生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意味着什么，对吧？上个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，也有一群年轻人在这个口号之下，毅然坐上了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插队。出发的时候，他们跟美国商科的这些毕业生差不多反应，主要是不知道，每个人都热情澎湃，都显得斗志昂扬，对未来既充满了这个不安，又充满了这个向往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那在美国，那就叫让美国再次伟大。这个文章它第3个部分说，系统性的价值剥削，当吃苦成为统治工具。它是某些领域对吃苦文化的滥用，已演变为系统性价值剥削。教育领域务兵训练、冷水操磨练等反人性操作，将亲子关系异化为服从性测试。职场中加班光荣的潜规则，用道德绑架掩盖管理低效。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将吃苦异化为规训手段。说白了，说再土一点，就是 PUA。正如我们批判的底层思维将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体努力不足，掩盖结构性矛盾。这个就是直播带货达人李佳琦诛心之问：这么些年你努力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把所有的矛盾一下就指向了你自己，是你努力不足导致的一切。也就出现了去年的这个京东刘强东说的：你不努力工作怎么能是兄弟？在我看来，个体努力不足，你不好好工作就不能称之为兄弟。这个有合理的部分，但是恰恰是这个合理的部分我们提倡太多，它就掩盖了真正的不合理的部分。也就是它用次要矛盾代替了主要矛盾，掩盖了主要的这个矛盾是分配不公，是社会失衡，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，也就是个人努力不足，个人问题。那在什么时候都有，在什么社会都有，总有人会更努力，总有人会选择躺平。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原因，实际上就忽略了社会问题。更值得警惕的是吃苦转移现象。某企业主在员工大会上宣称只有老板不可离开，将经营风险与员工福利对立，实则通过吃苦叙事转移劳资矛盾。这种逻辑延伸至国际竞争，更催生出14亿人吃苦换大国崛起的集体催眠，却忽视个体幸福与国家发展的本应同频共振。最具有讽刺的是，这个路走到今天，突然发现个体必须幸福才能再次促进国家发展，居然走到了这么一个死胡同。也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现在天天喊要提振内需，刺激消费，提振内需，刺激消费，让个体是不是多花钱幸福？你多花钱不幸福吗？刺激你买车，刺激你买房，刺激你家电以旧换新，你不都是享受吗？所以发现专家和国家都发现，这个韭菜它不幸福，它不花钱，不花钱反而阻碍了 GDP， 阻碍了经济发展。这个难道不是一个黑色幽默吗？这个时候再提倡吃苦，你又怎么刺激消费呢？你看，居然走到对立面。所以说有人说叫天道轮回。第4个说重构吃苦理论，说建立有尊严的奋斗哲学。新时代吃苦精神需要价值重构，其核心在于建立有选择的吃苦与有回报的奋斗之间动态平衡。这个首先是目的的理性化，吃苦必须服务于明确的价值目标，构建之人在于雪耻富国的终极追求，而非自我感动式的受苦。当下年轻人拒绝无效内卷，实质是要求社会明确为何而苦，是换取阶层跃迁的机会，还是
是实现自我价值，亦或推动社会进步。也就是你要告诉年轻人，吃苦是到底为什么？是吃苦是必须还是可选？是必由之路，还是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为之？第二个说权利对等化，建立吃苦与权益保障的契约关系。挪威石油工人顶着极寒作业，但配套的是全球最高时薪与完善的福利。中国航天人干守大漠，背后是国家荣誉与职业尊严的双重激励。也就是你让人吃苦，那就是权利和这个义务也要对等，他付出他吃苦了，那他也有相应的获得。第三个是方式人性化，摒弃肉体苦行崇拜，转向心智成长导向。芬兰教育通过现象式学习培养抗压能力，新加坡用失败周教授挫折管理。这些创新表明，现代吃苦教育应侧重心理韧性建设，而非物理环境折磨。第四个是价值多元化，承认不贵精神，多为体现中国在贸易战中不贵的底气。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个视频吗？说不贵嘛，这个既包含核心技术突破的硬实力，也体现制度自信的软实力。说同理，个人发展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吃苦模式，知识创新、跨界融合等皆为新时代奋斗形态。第五个说超越苦难美学的文明进阶，从虎门销烟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决绝，到今日不贵外交展现的战略定力。说中华民族坚韧从未改变，但真正的文明进阶在于让吃苦从被动承受变为主动选择，从道德枷锁转为进步阶梯。当00后女生喊出学习是为消灭人善人时，我们已看见新文明形态的曙光。那里没有苦难崇拜，只有对等尊严，不需自我感动，只需价值共鸣，让每个甘愿吃苦的抉择都闪耀理性之光，这才是民族精神应有的高度。就关于吃苦，年轻人吃苦，所以说吃苦到底是一种道德的枷锁，还是理性的奋斗哲学？实际上在我看来比较简单，你是由内而外，你自发的要吃苦，这叫奋斗哲学；别人要求你吃苦，那就叫道德枷锁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里面我谈一谈什么叫苦，吃苦。这个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苦，就主要是达不到自己的预期，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，达不到预期，你就会觉得有人他顿顿要吃红烧肉，2顿不吃，他就觉得这叫吃苦了，这很正常，何不是肉糜吗？他有人顿顿吃咸菜，他也不觉得苦，哪一天他没饭吃了，或者连续多少天没饭吃，他那才叫苦。苦的标准不一样。按照这个佛教说法，无常故苦，就是苦是由变化导致，它没有一个常态，就花无百日红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人不能在最好的时光最好的年华保持下去。20岁的少男少女，你没有办法保持这个状态一直到死，这个他必然要经历一个衰老，皮肤变得松弛，变得油腻，满脸横肉，变胖，身体机能下降，这就是苦。佛陀就是看到了这些，才领悟出叫无常故苦。我们的儒家的教育叫天将大任如斯人也，必将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你看看，这直接就给你挂钩了，告诉你吃苦的人你是天选之子，你已经被选中了，你天要降大任给你。这些说教，这些理论，这个说法，我认为都是建立在物质不发达，科学技术条件不发达，尤其是农耕社会，物质匮乏，这一套理论能说得过去。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一套理论，无论是物质上的这种苦，还是精神上的苦，我认为都是没有必要。这个没有必要体现在几点。第一个，你是自找苦吃，这个可以。你看有很多和尚，他是一种信仰，他就要从九华山走到五台山，有车不坐，飞机也不坐，自行车也不骑，他就得一步一步走过去。这不就是没苦硬吃吗？还有比这更厉害的，那是3步一拜过去，磕过去。还有那些转山，全家拉着牛车或者什么车，上面带着这些简单的生活用品，全家就这么拜过去。那不就是那个是为什么？他已经产生了一种精神信仰，只有通过这种苦来展现自己的虔诚，越苦越虔诚，就越来越极端了。他认为这样才能净化他的心灵。这个我倒是觉得，刚才说过了，如果是你内在你自我要求值得肯定，或者叫值得尊重，但是这个你不能要求别人，
或者你是叫自我感动也行。你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推行，你要你周围的人，你力所能及的让人家都要按你这个标准来，这个就是错误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吃苦，我觉得啊，这个甚至值得提倡，就是你自发的，你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你想这个更上一层楼，叫欲穷千里目，这个是个人选择。正因为这样，社会才会进步。那马斯克他老想着火星那点事，他老想着往火星跑，这个不就是引领全球人类在往前走吗？所以这个是值得提倡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把这个强加给别人，那叫道德绑架。现代社会年轻人，我觉得我们有选择躺平的权利，我们有选择，我就碌碌无为，我就是吃饱喝足，休息好，睡好，玩好，人生就是个体验。我不想天天体验吃苦，对吧？我只想体验一个平淡的这种生活，没毛病。作为个体，哪有那么多宏大的东西让你经历？大家都是普通人，99.99%的人，99.999999的人都是普通人。你的意义，对社会的意义，实际上大部分都会被高估，本质上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也说是不好听的，就是有你没你，地球都照转，人类照样发展。所以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动。所以我们不要嘲笑那些对平凡的、平淡的，看上去好像他没有什么理想，也没有什么追求，但是他都是在自我体验。这就是人的一生。有人选择年轻的时候吃点苦，过艰苦的日子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奋斗，老了他要享受一下这些。或者有人他一辈子艰苦奋斗，有人一辈子都不想艰苦奋斗，对吧？这都是个人选择。这个社会进步的意义在哪里啊？文明发展，物质高度发达，它的意义就在于给这个个体啊有选择的权利。反过来说，你到农业社会、小农经济，这个社会不够文明，不够发达，所以你的选择机会就少，你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。你不吃苦，你活不下去。这一天只能吃2顿啊，2顿都是稀的，能保证2顿稀的就不错了。所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，你除了吃苦还是吃苦。你说你通过个人努力想改变也改变不了，社会就是这样，物质条件就是这样，技术条件也就是这样，生产力就那么大。所以我们在什么时代，在什么背景下说什么样的话，在当下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内需消费这么重要，它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了，而且是个非常重要的发动机。要重启这个发动机，你再提倡大家要吃苦，这已经不合时宜了，这个已经妨碍经济发展。所以应该提倡消费，不是吃苦，要提倡享受幸福。现在就要给这些人怎么样让他幸福，这里就说的就是分配，把吃苦作为统治工具已然失效了。刚才已经说了，你现在要想继续发展经济，你只能促消费，你就得让这些人有钱，让他愿意花钱，敢花钱，敢去享受。另外一点，很多年轻人现在也从观念上面还没转变过来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，一切都日新月异。那时候蛋糕没有，那个时候做蛋糕很容易，所以大家都玩命去做蛋糕，也就是都亲自参与创造财富。只要你努力，蛋糕就越来越大，你也能分到一小块。但是你看，随着30-40年这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到现在，蛋糕已经很难再做大了。你再投入进去，你说靠你白手起家，靠你创业，靠你吃苦，靠你个人努力去挣这个蛋糕很难。所以你看，东北证券当然现在已经离职了，经济学家傅鹏就说了，你做蛋糕已经没有机会了，那你只能参与分蛋糕的就比较简单啊，粗暴啊。他建议他儿子到日本去参与分蛋糕，找一个富婆娶了入赘。我们过去的观念就是提倡这种白手起家，要自己努力，通过就类似于什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叙事，现在已经不适用了。那个是几十年前那个状态，现在你再这样很难，那只能什么参与分配。当然了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教育说教，让你还要努力，还要白手起家，从零开始。只有你从零开始，只有更多的人白手起家，那才让一小部分人他就不需要白手起家，他需要这样的人肉电池、人矿。总之，在做蛋糕、创造财富这块，现在机会不多了，非常难，非常卷，那就被迫把眼光要转向分蛋糕，要去抢占优质资源啊。在我们过去的这种叙事里面，如果你嫁给一个有钱人，似乎好像是不提倡，大家瞧不起，会诋毁你；如果你入赘或者娶个有钱人，人家也会诋毁你，也会瞧不起。这个更讲究的是叫门当户对，穷人找穷人，有钱人找有钱人。显然这是一种错误观念，这个实际上是阶层固化。牛马永远是牛马，牛马想破圈想晋升没门，那你只能通过什么？通过努力参加科举那么一条路。科举你想想，3年才考几百个人，那比中那个什么六合彩中彩票还难。正因为它稀缺难，所以范进中举他就疯了，高兴的，只是中了个举人，所以你往上升迁基本上没门。所以那个时候提倡门当户对，说白了就是阶层固化，牛马永远是牛马。我们现代社会就要打破这个观念。总之，对年轻人来说，吃苦
苦不是必然，谁让你吃苦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了，这恐怕是别有用心呐。吃苦只能是内在的、自发的。在我们现在 GDP 已经是排全球第2，是美国的70%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大背景下，不宜这个宣传什么吃苦，一边刺激消费、拉动内需，一边在弘扬这种吃苦，你怎么看恐怕都是一种叫内分泌失调，是一种错乱。所以说，年轻人一定要享受享受当下。当然，不光是年轻人，年龄不是鸿沟，不是界限，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活得年轻，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立马享受当下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